在地人在地前要讲，今年农历闰6月，伫台湾传统的习俗中啊，嫁出去的查某囝爱炸一寡猪骹面线，倒去后头厝，甲爸母添福寿。婚姻到一个社区，为了好这个时代，会当感受这份温暖甲祝福，特别传代表平安长岁寿的猪骹面线，好这个时代做伙享受。 大顶大半的猪骹是下南社区特别准备好，是大人来添福寿，互阿公阿嬷拢感觉好食个幸福。即马这个年代无共款啦，大家拢直接现金比较快。 伫咧民间有食面线、添福寿、食猪骹真勇行。今年拄好是咱人闰月，伫咧台湾传统内底，相信闰年会影响到是大人的岁寿，所以伫咧闰月时，嫁出去的查某囝就会摕猪骹面线转来后头厝，互爸爸妈妈添福寿，为着互社区是大人麦当感受到这份温暖和祝福。下南社区特别来煮猪骹面线，邀请是大人同齐来食。 透过这个活动，若互大家更加认捌这个传统，嘛是大人感受到大家的疼痛和关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